各位觀眾大家好，今日為大家帶來重磅分析。經濟預言來了，黃金明年衝擊1萬，以離譜預測聞名全球的盛寶銀行最新發布2026年度經濟預言，引發投資圈關注。盛寶銀行是一家1992年成立於丹麥的金融科技公司及全牌照銀行，他們每年都會預測一堆看似離譜的黑天鵝事件，大家通常當個樂子看。這個消息對市場影響重大，讓我們深入分析。首先，我們來看關鍵數據。不過話說回來，他們對2025年的預測裏，確實壓對了英偉達的大升和美元的貶值。盛寶銀行對2026年最猛的一個預測是，黃金要衝上1萬美元。這聽着還是挺嚇人的。COMEX 黃金今年升超60%，成為全球表現最好的資產之一，目前在4250點附近，到1萬點，意味着升幅要達到135%。盛寶這次沒拿通脹說事，而是找了個很科幻的角度，量子計算。這些數字背後的含義非常重要。接下來，分析背後的原因。這時候錢能去哪？盛寶銀行預測，避險資金有望湧入黃金，推動金價上行。盛寶銀行另一項預言則是，中國的黃金儲備超越美國，未來離岸人民幣可能會部分以黃金支撐，出現一種能直接兌換實物黃金的機制。這招要是真使出來，等於是在全球金融體系裏打入了一根楔子。原來大家都盯着美元，在這套邏輯下，美債可能會被拋售，美元一直以來的霸主地位，恐怕要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。這反映了深層次的問題。第三點，我們關注市場影響，不僅僅是盛寶的猜測，另一家國際大行最近也有相關預測。最近德意志銀行披露了一份關於 OpenAI 的數據，其實也能印證這個擔憂。史無前例的燒錢。德銀引述 OpenAI 向投資者披露的一份預測顯示，到2029年 OpenAI 的負數現金流可能高達1430億美元，燒錢速度遠超賺錢速度。而且，自今年5月以來 ，ChatGPT 在歐洲主要市場的用戶增長已經停滯了。這對投資者意味着什麼？第四，讓我們看看風險因素。雖然他和盛寶都看好中國貨幣的未來趨勢，但在黃金這個短期焦點上，他們存在明顯分歧。此外，洪浩在日前接受媒體的採訪中，對另一個資產 A 股充滿了信心。他看的是實實在在的錢，也就是流動性。他提到了一個被很多人忽視的細節：1個月前，央行已經在債券市場進行操作，注入流動性了，需要特別注意這些變化。最後，總結關鍵要點，按照洪浩的邏輯，隨着流動性的大級別注入，大行情才剛剛開始。回到盤面，國產 GPU 第一股狂飆，中一簽最高賺28.7萬。今日，被譽為中國版英偉達的摩爾線程正式登陸科創板，引爆市場。其股價開盤即暴升，盤中最高升幅突破500%，股價觸及688元。這是我們需要密切關注的。按下面訂閱按鈕，追蹤我哋更多投資資訊。有你哋嘅 like 和訂閱，會鼓勵我哋製作更多內容。免責聲明：內容並非投資意見，亦不構成任何投資產品之要約招攬或建議。即刻上 SL886.com 啦！